这个来啊，哈密是我要他那边讲了听，真正一个人搞到这个看站了，伊会讲哇，我看到鬼啊，我头壳出鬼啊 ，and then 伊我去，我之前就看到鬼了，我出鬼了咯，所以这个我见去。第二项也呐，一切到这个看站了啊，这个我的做界到了无聊的事啊，then 哈密物件那是人。伊读会当嘛物件，伊看到有时举来读啊，安伊看法无相，安咱伊讲，哎先我看到安尼，我安尼，伊即个我见分去啥物啊？渐渐讲啊，即个我知，迄个我知，即个我知，迄个我知，所以即个本是啥讲诶？人讲 empty vessels makes the most noise 啊，即个电空空啊，空空啊，真正大声，所以伊即边要有 blow himself out 第二个。第三必地就是一个落，按这个落啊，有当时啊，伊坐了要给尾，要给尾皮啊蓬起来，有当时伊目又爱流，有当时伊吼，所以这个个了是叫做 breeze 来，落来就好款的落，都你知。And then 第四项巴萨利，叶香菇直直轻。And then 有当时伊才讲，我坐落去时，我垃圾我扑起来了喎。但你若是叫伊碰往开卡去，still 到底头卡，所以这个个了是嘅巴萨利。แล้ว第二个，这就是苏卡，伊落真正欢喜，伊欢喜啊，伊真就是真正欢喜就对了。And then 伊心力，这个心力啊，伊几粒落来讲不要真正好，这个好，那个好，个了，这个人总本是 still empty vessel 个无够格个，但比伊讲我知这个好，那个好，这个好，心力也 energy face， 第二了过了就是 energy 伊骨力伊吐息变节线。And then 你看，困伊本无要紧啦，唔愿困过要紧啦，这个，所以 energy 另外一下骨力。Then assurance 啊，伊有当时想个，你看到鬼，佮看到伊落，佮看到伊这个鼻涕气，看到伊土 ，and 伊 assure 讲，我想我是挖了咯，要谈了咯，这里无半项，这个是你人嘅物件，这是叫做500吉列萨。吉列萨是垃圾，500米是以为垃圾，所以伊这assure讲啊，我感觉我不是要谈了啊，阿拉很大了。then equanimity 啊，伊 equanimity is actually 伊看，伊讲伊心平平啊，但伊平是平，伊无在个。and then attachment 伊执着，到伊这个10项有了啊，伊看可谈。咱教的人啊，特别看，这个10项特别普及，做起会普及一项以来，有当时有5、6项来，所以你要看一项你要过。按这边啊，那是教的先生就要渐渐改，买插，过。啊，这路直直过咧，把路才会跳出一项。你这个10项啊，正是要掠路的物件，那是讲你心无在路就对了。所以这个就有大家摆啊，我讲这个神话，这个第四样啦，有头一样，头一样的是伊看到这500吉列萨，看到这500吉列萨，一个人伊有了这500吉列萨，惊伊就掠，到伊就掠了啊，这个人来接线啊，几十年本伊未进步。这个有大家摆啊，第要紧我要就是。顶礼拜我想顶过日我有讲到3月这边，特别我无讲这个500吉列萨，特别 later stages 有500吉列萨，这 later stages 就是讲啊，我话讲一格对站有啊，我 last month 有话对站，这啊有啊，头一站你看到起啊了路。去路，咱第二站你看到一格是哦，神话，到伊过了这个物件，伊互你知啊，
虾米物件你看是一个发生，起一个发生，看到你看到是两三个发生，三四个发生，有时五六个发生都有。所以这个就是看 division of parts。一起的时啊，你看一对站，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有时六七站都有。所以，互你看这个是啥物啊？有大啊、白啊，升华、升华、升华。啊，这个就是讲 later stages 真正明了。到一个人啊，伊会看到安尼啊，伊知讲啥物物件。到底这边啊，伊慢慢会知啥物啊？啥物物件若是看长长啊，正正。伊你若是讲听到一个人啊，我听到声，伊个声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半点钟无停，actually 若是讲伊搞个这有大啊，伊看到有啊升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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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华 ，millions of times， 伊明白。我有讲啊，铁道边面真会叫哦，你看到 light 上啊 vibration， 有无？是我真个有讲安尼哈，这个就是安尼你看到。所以大致这边 second stage 有大啊白啊，是真正对象人若是要紧啊，搞个这有大啊白啊，这个人会使加减加界限了。若是讲伊若是要加界限，伊有了这个 stage 上，伊会看到升个化、升个化、升个化。He is quite a fit person to teach elementary meditation， 安尼伊会看到升华、升华、升华。搞到这个升华、升华、升华了啊！迄个点声你知无？真正一人搞这个看站啊！这边听经慢啊，久若扑一弹一个落汗，是对这边大啲升华、升华。这边过了后，各有高道，这个高道啊，本是 starting point 是大啲这有大啊白啊，有大啊白升华、升华、升华，大啲这边真正要紧。伊要渐渐要看这个升华、升华、升华、升华是啥物啊？无常。你看伊这有大要看咩？渐渐看无常，看安怎无常？这边无常，那边无常，这边无常。所以this invite， 所以这边啊，我就教路人讲 ，in order to experience to see impermanence, one has to see characteristic of passing away。这个人若要看到这个有大啊白啊升华升华，伊就要看好好啊，disappearing 华，特别要看到这个华，伊就要会注意讲啊，这个升到落来，伊要明白要看到升，所以你教个这有大啊白啊，你人正是看你人的 meditation 啊。升的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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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的华 ，continuously， 搞个这个有大啊白啊，伊无 concept 了，伊无讲话跑到碰上个这个 balloon 呢，叫上个这个还没无了，你甲他看到 appearing disappearing disappearing。升华，升华，升华，升华。这个是正你把什么底来，凡是有了这个底啊，这个人渐渐 concentrate， 渐渐要看见咩？渐渐看这个无常可无我，无常可无我，无常可无我，你就看到升华，升华，升华。但所以大妈我才讲，Sabbawa Sankata Samanya。按照一看到三卡达，一看到零，你看到零有几格？他人讲要看到几格，看无。马路若是讲掂了，你看到明，头一站、中站、尾站，and then 第三行伊参这个三行起来，就再讲无常。直变个了，嗰一个直变个了，嗰一个变个了。So， that's why 我甲你讲，Sabbawa Sankata Samanya， 明，一看到这个渐渐变，这边是有大啊白啊，一看到明，
At this stage, the process of arising and dissolution becomes manifest. And boli bing bing, boli 还没做 boli 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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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做 bing bing， 这里我的周界当中点了，你看 bing bing。所以你人若是搞个只有大呀边，你人看好你 rising falling 无相，无相虾米啊？伊无观念，无 concept 了，伊无讲我不到空啥，像个安尼，像个安尼无了，伊就看到叮当。那是抓，伊看到抓，灵伊看到灵。定伊看到定，伊无讲定像个一个人铁腿安尼定无样。哦，女像个棉花，伊无了，伊看到女伊知女。所以这个就要紧。所以我这边个讲啊 ，highlights of inside knowledge， 正咱们来学这些啊，这 inside knowledge 啊 ，begins with Udayabaya， 是这个第四 Udayabaya 第二。So understand anatta dukkha ada anicca dukkha anatta sinh khổ vô ngã là mi vô常 khổ vô ngã lúc khoa cho bình bình and then lúc về anh nhớ chạy lúc tạm tạm biết quan là characteristics of impermanence is caused by continuity lúc về khoa cho chỉ là vô常anh nuôi chỉ mấy mấy cái chăm chỉ biến chỉ là continuity thì sao mà lúc khoa cho chỉ là căng anh nuôi chỉ là căng à lúc tầm tầm công tôi khoa cho chỉ là căng mà tại lúc khơi mới khoa na xiang chỉ là căng áo chỉ lúc khoa xiang chỉ là căng anh chỉ biến thì gì công à impermanence connected with continuity ít chăm swallow lúc bị khoa掉伊公司你扛起来一个无常，所以虾米物件点子变啊，你家己袂晓看无常，所以若是啥物件你大致这边啊，你点要注意，逐项是一直无常，一直变，因为啊。Terang ah, maybe 2 seconds. Dalam 2 seconds, we ching tau, we 看到安尼 you are very good 了。所以这个 meditator 啊，伊就要点会记虾米啊？哦，这个虾米物件拖真正久的是几million的 dots 安尼，你会分开一格。Then suffering call 是虾米说？你人点叮当，你来无叮当，你把你这边在 call， 你人叮当都无 call 啦。我去借钱，我去车数万了，讲紧甲你 call 无 call， 你人无 call because 你点叮当，你唔通叮当吼，但嘛你人坐落去啊，袂使叮当，袂使白，袂使摇，较得听就好。And then 你看 call， 按照 call， 你 try 看借，看哪你借呢？送我送 ，alright。20 minutes 你袂使叮当 ，Can you do that? 20 minutes sit down quiet like that, can or not? 20 minutes 袂使叮当 ，That's why now we are constantly moving about. So， 我讲啊，你袂看到 suffering because。covered up by change of posture, 你點樣換來換去，萬你佢借，萬你佢換，萬你佢做呢，萬你佢做呢，冇一個人多點，所以未看到靠。但係你未看到無常 ，because 一直接，睇下你看到我手叮當。这个是平常人无借钱的人，特别搞个这有大呀白啊的时，你看到伊这个一站，后来啦，这是你看到，伊是 continuous， 所以好看起这个无常，你来看到平，你看到 vibration 个啦。
所以这个无常是和这个 continuity 还是谈起来 ，and 这个 suffering call 是和这个弯来弯去、转来个转去，咱看不到。and 这个 non-self 无我，这个无我就是什么呀？咱无明白世间的物件。and 这个无我就是呀，is overcast with compactness 拢总和合起来。咱讲因缘和合，因缘和合的物件，正是真正济项。and then 伊甲了 compact 做一下。and then 人讲什么呀？这台motorcycle 伊 compact。actually maybe 百几项掺落去啦，比如讲一台 motorbike。so non-self is overcast by compactness 呀，真正济项合起来，因缘和合。特别你来偷去一项物件，比如你才知讲这个你比如你才知讲这个我无影无食的。所以今日人看一个人，啥他那人看我输完咯，这头毛是输完咯，唔是，这个皮是输完咯，唔是啦皮呢，这个骨是输完咯，唔是啦，那骨头呢，长啊大，这个输完咯，唔是啦，长啊大，这个西长唔是啦，这拉伸得伸唔是。拢总你睇个了，为输完咯。actually compact 起来 ，compactness， 大项个了 compact 起来。正式论那是极善好好啊，你看，因为一动你本在唔对，唔是讲实在物件，个 still 也破开。anything that is breakable into very minute things 啊，后来啦就是真 reality。actually 生有化空，安尼 every substance 个了有一个是思想，安尼到个这边的点啥，有的人伊看法个了无相。我讲你听几个故事，一条故事一个查某，伊点无点的，伊到个这个有大个摆啊了哇，伊看虾米物件生个无去，伊去做咩啊？伊点一个。and then 一点了这个 and then 看了灰，也灰烬呀，起无去，and 伊个到上了这个差不多半点钟，升个花，噗，死过落来，什么事？故事有来啊呗，直关，做不到讲这个物件，到个这边看站，你都要点上，虾米物件有个人上，有一个伊老人去做菜会 ，and then 佛教水真啊下大伊印度，了一个。伊夹一缸大缸的水，好一个本是夹淡薄，特别伊较巧啦，水无咩济，所以伊老人伫骨菜会，骨了啊，点无点，伊水大，伊要海食啦，伊行过，伊看到伊朋友的无带安尼大罐，佮安尼济了，伊水佮少者，所以伊安怎做啊？伊夹一个咧去填伊朋友的水。这天朋友追了后啊，伊坐紧来想，大妈我甲伊做菜会，这个是一个思想。然我嘴大，第二个思想，伊关伊买呢啦。第三个思想，我弯来，我伫行来。第四个思想，我看到伊水，了我知我水少。第四是，第五个思想我头摕伊水，第六个思想，得食了我再错，安尼看着一个发生无了，一个发生无了，噗，不知个不大。所以这个物件，路人就要用安尼机会直直看，
and then จะ讲ปัจเจกบุดานะ他们属于看怎么样升华问你在那里 so after 那做了后了是啊一看到一谈觉悟了 enlighten after enlighten 了朋友玩就来行来对啊我ไม่对了他们说ว่าแต่มาเท่าเทเลยจุยแล้วว่ากวนแล้วทางนั้นสิงปัจเจกบุดาอีใจแล้วพิเจหุแล้วเฮ้ยลูกพิเจหุตลอดชิงแต่สาวโคโบล่ะพิเจหุจะไปชิงกาเซียงนายก็อุ้งยาโบอีใจชื่อบองไอ้เท่ามองพบเท่ามองโบแล้วบองไอ้สาวเฮ้ยกาเซียชิง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กันแล้วกาเซ่ชิง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พุ่งไม่ป่วยขี้ไรแล้วป่วยขี้ไรแล้วเนี่ยวันที่ชิงแล้วจะเลยสิโกโลฮันนี่โบตุ้ยชูแล้วพุ่งไม่ป่วยขี้อินเซาท์อินเดียแล้วขี้นอร์ทอินเดียแล้วso จะเลยมีการลั่นจำไม่ขวางใช่ไหมวิปัสสนาเสียงใช่ไหมไม่ขวางไม่มีการสิงกับขวา nothing in this world think of anything in this world โบกงโบเปลี่ยน and 一เปลี่ยน是对ใช่ไหมลูกขวาอีกขวา就头讲咧改变清气，第二项咧 mind 被清气，第三项咧看咧 view 咧 idea 咧 view 咧信相信爱着着，第四项咧看到咩？freedom from 到悟了知了悟了咩？悟了讲哦，真无人，真有精神甲有一个上古，有一个精神甲有一个上古，而且上古。这精神要做啥物？这上古就做；这精神做啥物？这上古就做。And then 伊做了说到班 ，and then 做了说到班，你咁样看，生活啊，无相靠无安，无相靠无安。这边门看到无相靠无安，那边看到无相靠无安。这边门看到，这边门看到，未来伊要谈。所以今日路人要来学维巴桑拉先是要看正什么？无相靠无安。无相 means impermanent 早几年你每日按地看就老你每按地看早几年是就少年就水他那你每看水无了老人了吹机无了头毛不落了 everything is changing in this world 人想法我好人的想法有到了这样物件无生活 super 这里咁大了咁多生有化去了，你去看有的所在前提有了。once you 去呢，你嘅实现。所以不打讲你渐 understand 这个物件，你 computer mind 渐接受。看那你 computer mind 讲，我的手白。我头壳下底我的手白 Where is the God? There is each 他们说 each 我他妈食物件无下我去红木我放假了我白这里有咩 each 个西湾 wrong food 所以看我正是这个有 condition 了才有这个物件无这个人อันด้วยความที่อันนี้มีการลดเที่ยวชุกคอหายเราการที่เราลอง practice ดีเสียเรามาใจว่าไปกล้องแกตำโปกล้องabout เจออุดายบายอันนั้นติดขีก็ลองทานเจอสังขารอุเบกาอันสังขารอุเบกาแล้วอันจงขวาเจอทานเจอนิบานะหัวใจว่าจะกาเราหลังเลยมาใจค่ะ interesting เลยค่ะชิมสิตังสีso มาใจว่าจะกล่าวfrom อุดายบายที่อุดายบายท่านอุดายรู้ใจแล้วทำให้รู้ติดควาเมื่อไรจะไปความีควาจะเฉลยโบสองข้อโบงก็โบสองข้อโบงเนี่ยเกาหยับป้าแล้วเฉลยคอมพิวเตอร์ไม่บูกี่ไรนี่บ้านเราเราควารู้ไหน press wrong button อีบูเดียวอีเบบูso เก่าจะเป็นเนาะ
别讲安尼啊 ，no chance of practice 啊，我爱路人袂去 practice，because 假了拢总加减会晓学了，要去 practice 了啊，有虾米咧，大陆无明白，咱才来问。And tomorrow 我再看，安怎只 rising falling 有时去出，啊，你再看。And then 你看慢咧会变者，慢咧佫变落嚟。OK。这里是第六名，这个vipassana的线。特别我未讲这个经，我念这个布达讲的话，about 这线。这个布达的话是真正要紧，有人也是会晓对重体来用，有人是结尾爱来离开世间，渐来生来。是一健康，所以这个布达话，Apamado amat padang, Apamado macuno padang, Apamata namiyanti, Yepa mata yata mata. Nasi gawe lang Buddha kong ingkai itu be jam-jam kuan liam mindfulness jam-jam be mindfulness ai ching liam di liam ko ye ching liam and then nasi lang jam-jam ujile ching liam di sangka kong sai kong ko si ya nasi bo ching liam le lang sangka si ane sai pa actually lan lang cho hami mi kya 你看有当时咱做的物件，半知半唔知，你人捌看无？有当时你入去房间，我入来房间，你摕虾米物件交到房间，唔知说摕虾米想来想去想无。所以这个就是啥物啊？无 mindfulness。所以当我念不条经是不得讲啊，搞的人注意，渐搞这个叫做正念和 mindfulness。第二就是Etang visesato nyatwa apamadamhi pandita apamade pamodanti ariyanang gocare rata kau cile lang là gì sai con anh em kia understand this ý cái phải chú ý vô cho hai mươi toa chỉ chú dầm u chỉ là chính liam especially chỉ quan trả bao vô cho quan hàng toa chỉ chú lại cả chỉ lắng u当时行路行在倒卡正卡西山路在路西瑞也最强真正济人伊无安尼想有那西山有那小西鬼安怎会杀红怎么起咗大概1點2點唔知是去擔心得咯無要他定下來去起身地下面所以這不到講真係正念都還沒去做了關所以這裡哪行不到講所以今日我要刷咯這裡第6行特別我知這幾個有的人亂無咩我 run through 咩咩好多人看 and run through 就是啥物啊這裡人啊是要真正注意這裡這vipassana 線伊這邊會曉這裡3行Sabbawa Sankata Samanya 這裡3行是巴利話Sabbawa 是啥物啊？是 nature 物件 ，nature 物件是啥物啊？那是風水水土 elements ，elements 是風嘅 elements， 伊做咗電打。then 那是 earth elements 係土質，伊做咗電嘅水。那是火質呢 fire element， 然之後伊做咗熱，佢個做咗冷。and then 那是水質呢，伊結完還是伊流。所以這裡是叫講Sabbawa。人人那是要借錢啊，人用手慢慢落啲頭下，啲口舌都動着，你要再明，蝦米物件你關着，但是你關着冷，你再是火節，特別你唔使去想講火節，你講冷，要熱、電、暖，
还是震动，还是 vibration 转，这个材料是你去看十包啊，你就要真正注意，你要动就是你要知，这个是头一项你要知。我是看十包啊了啊，你会看第二项叫做桑卡达，桑卡达是说呀，达达的发生啊，就有三言。头一言、第二言、第三言，阿莫话讲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middle, in the end， 他们物件发生本是上，所以那是你动着灵的是你看头一个灵，然后你那是行善的是你打着灵，你在灵，然后第二如果要，你灵着久，你看，他等你震动的呢，你灵无了，一边定，你就要知，哦，怎么灵？他那定，开电器啊，未发布呢，你看你下手转，他们说冷的是什么呀？灰质，你定什么陶质，你转什么红质，所以你看着嘟嘟嘟，一包呢，你看着三四行，所以你看着三卡达，头一包、第二包、第三包，这你看着，第三行啊，三万样是什么呀？你直接看久久了，你买了你才知。升甲滑，万一股有，万一股无，万一股有，万一股无，这边你看着无相，所以你来看着这个物件，有得讲你神是啊关的神。有的人未晓一个 rising falling， 当空个了，所以这个是别个 concentration， 也这个集中无力。第二项我都讲我听。人是正这五蕴，特别拢五蕴什么呀？色、受、想、行、识。特别那是教的人，伊知，我伫关这个旁边是关什么？正是五蕴来。你叫我 proof 你看，按照你讲这个是五蕴，他那么讲我听，你伫看旁边，你看着红质。我是看着红是什么呀？是 metal 来，是物质来。个什么呀？个色，这是头一个色。第二项是受是感觉。有当时你旁边你上句热，或是热，你看着热本有，这个是感觉。两项，第三项啊，你伫关的时点无点你看。我看到一个伫旁，我看到伫边，你思想伫想，一个伫旁，按照安尼底，按照安尼长，这个第三项你看到伊个想，第四项色受想行，有当时你坐落去，今日按照我看了无虾米病，但你是虾米啊？你伫关内这个杀地正念，你正念无力。所以这个是色受想行，你看到行，色什么？我在是伫起，我在伫落，我 conscious 在 ，that is called 一正心。所以actually你看你伫起甲落是你看到色受想行识，咱常人话讲五蕴，把这个五蕴啊，人未看到五行就一个，一定叫你看一项尔。所以我讲你听下，有当时啊，五个人直直行过，要不我坐掉伫这边，我会看到我目睭会看到头一个尔，头一个我看到伫旁甲边，我看到是物质，特别感觉呢，第二，我后面呢想，我后面呢行，我后面呢识，这受想行识你看无到，你虾米时候头一个炸掉？后面去做这，所以不得讲啊，这个五行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行做一下来，特别你看到一项呢。理论来讲，我买关上句，我要关感觉，所以按照做啊，来先我看我感觉，个会讲啊灵爽，你无看到旁个边了，你看到爽，或者一点moment你看到伊感觉。and then 这个物质你住伫后边，你看无到。所以你看啊，你关这个五行，但是你看到一项呢。所以不得讲这个，你来看这个三项明明，他等你才看到，安怎也看到
神甲化咗者。所以你在我運第二行，你要在我嘅 truth， 一個 truth 是叫做觀念，一個 truth 叫實在。reality 真實嘅物件，真實嘅物件無人，真係人看到我，人講是我咯。actually 真實無是我咯，按照我若是做把戲嘅人，我睇我頭毛看，這裡頭毛是我咯是無？無，他電話睇我皮嘅啦。這個皮是我咯是無？但人講無。他電話睇我白，這是我咯是？無啦，嗰個是白呢。他電話睇我骨，這是我咯，無啦，嗰個骨頭呢。他電話睇點啊到，這是我咯就唔是，我睇個鬼上鬼了，咩是我咯？無，所以不但看到任何款嘅實在物件，任何款嘅實在物件，攏總是空，無人，無物質，無花行，正是你看到阿咩物件。攏總是 void 空，特別現時咱大嘅世界啊，是叫做 concept 觀念嘅世界。We are living in a conceptualized world， 所以咱特別用這個 concept 來講話 ，concept 就是觀念來講話。你嚟冇講話，你按照講話，嘿 ，this mind and matter， 加嗰個 mind and matter， 攞人講話，人講人笑。所以這個唔對，所以不但講啊，你若是วิปัสสนา時，你特別關係真實嘅物件，真實嘅物件是你看到物質什麼，風火水土。and then 第二行你看到咩？你精神，你精神是咩啊？受想行識，受是感覺，想是你思想，行是你行啊，你諗寬啦，你好寬啦，你自卑啦，你即大一啦，即咁樣是行。and 識是你 consciousness。你思行喎，所以物質本思行 ，and then 精神本思行，你看 ，and then 落來我有講啊，那是要對啊，今日咱要來借錢，咱嘅目的是要談立團，談立團但媽咪我講啊，我是談立團了啊，你 say goodbye to 念落昂，到一世人幾百million時本我無來找你了 ，goodbye 了。所以意思咱要來學借錢啦，就是要跳出這個死嘅苦頭繩，而這裡是成了一個羅漢。但如果借落去2個、3個、4個，你跳出苦海，因為紅光你本買，因為紅光本是真正坎坷，按照坎坷啊，以後就線路裂一條條，按線路本和紅光裂條，所以這邊要看。所以借錢要做好啊，是正正 seven purifications， 一個人要借甲伊談着落基啊，談咱嘅精神是叫做落基啊，落基啊是咩啊？咱是在家人嘅物件，咱看法無相，但是借錢了伊會談着這 superhuman consciousness 啊，這精神特別嘅精神，伊看法無相了。所以正正咱平常人要來學借錢啊。咱嘅目的是要談着涅槃啦，頭一道談着涅槃啦，而咱就要過啥物啊？7 7 purification， 7即個大道，頭一大道伊頭尾較粗伊點嘅甲，個第二個大道伊個較粗嘅伊個點嘅甲，個第大甲7道了啊，一個人談着 supramundane consciousness or啊！莫話講 superhuman consciousness， 特別嘅 consciousness，until 伊係一個我一看到無去了，我是看到這個我無去咩啊？伊知了，這個世間攏總是較大嘅，正無一個我，所以看到這個物件，真正 wonderful 嘅物件，所以伊個人會曉力過，會曉放迄個。所以這個 seven purifications 大人都要借 ，and then 伊就要過16個jhana，這jhana唔是jhana，JHANA 是jhana 入定，佢哋是samatha禪，特別這個 jhana，NANA 是jhana 是16個，伊人叫境界，過了這16個境界，伊看到涅槃啦，所以這我當然要講，一落來啊。就是這第四頭一個喎 A 頭一個人是個 A 頭一個大悲啊，伊就要有戒，
这个人要戒善啦，伊爱有戒。凡是有戒，伊马路才有进步。那是伊无戒啊，无 precepts 啊，伊未进步。所以你就要过一戒。你人会戒啊 ，actually 你人过5戒都会了。特别我无suka人去讲啊，你人太假啊，太假人，你人唔通来戒善啊，你根本啲杀生未使。伊本这马是西多朋友讲，应该让太多太假人啊，你本叫来学戒善。戒善tapi ibe戒是啊，伊叫念巴那提巴达维拉曼尼西卡萨，伊念这个5戒了，伊戒善。At the moment 伊啲戒善有戒，他等于转去了，也包括睇嘅只只嘅话，伊睇。At that moment 伊破一戒唔要紧，但呢啲戒是有 improvement。所以叫人来戒，唔通讲我你也好你睇嘅，你下面你唔能做。这个是 lady side 个马是 side 讲，伊人应该本就要来做好他那在。所以人啊，5戒交结了，那是人要戒善啊5戒交结。第2项啊做会上啊，伊要4项迄8点门口伊戒，227戒伊要真正完全。因这生活啦，伊略紧就要过，袂使看物件看到上就水，上着了直直上哦。看到，那是你看到虾米物件neutral咧不要紧，那是讲neutral你重，你那是看到虾米物件水，你如果只看到唔对咯，你就要看到的时，你头要起，先，看到。At the moment 你只讲看到啊 ，you are concentrating on the 看到，你会一个贪无去了。你若是个看咧查某，你讲看到，了你直直上咧查某 ，that is wrong。That is wrong because 啥物啊？我是不得讲啥物物件你上较久啊，思想入，这思想这入贪嗔痴入来了。所以你会看一个人，你讲看到，伊唔卖笑了，笑啥物啊？嗰是水，嗰guitar shape， 一个个了就是贪入了。哦，因来看到这了就，刺激啊！别讲老地波来，噗，钱入了，等你看，唔知是水啊无水啊，嗰个嘢 lipstick 安呢，这个安呢，这个头毛个白安呢，武器来了，所以贪钱刺入了，你看无？所以不得讲，唔通和贪钱刺入，所以我看到是你头切，看到。就搞咧rising falling， 他们是看到咧头起 ，because 不但讲啊，看到呢也落灰未起，把你来帮侬啊，你concentrate on 看到，伊一个定就落。圣地本是上，你来啲去圣地个一人，你看你心酸嘅，你挂咩啊？圣地哦，啊。无欢喜心。你过 on the word 无欢喜心，你圣地无 ，because 不得讲，虾米物件普及，伊要随要落，那虾米事我圣地去到半点钟未落，安尼你点摕来笑，你唔通笑，你就别，所以人 practice 呢物件，你圣地一直无，所以这个生活啦，就是落紧就要过，阿吉瓦巴里苏迪，这阿吉瓦巴里苏迪啊，做会上啊，应该伊袂使去贪食唔着咯，伊袂使讲去甲人看命，来抢人的钱，抢人虾米，了来去买物件来贪食，这个就是叫讲 earning a living wrongly 袂使，做会上袂使破着伊这个界。咱第4项，巴扎呀三尼斯达，啊，伊袂使渐好心啊。想讲我乃是假设破，然后我假设破了，意思是讲啊，我假设破，你乃是有钱投卡手啦，安尼袂使了。所以这个袂使信，袂使做，这个是回向的路。咱落来比啊，第2眼的这个叫做7个大伯啊，第2眼是啥物啊？这道位书记，伊就要关呢，先关到300，伊达过集中 means 伊 concentrated mind，
虾米事你要集中？凡是集中啊，这个五个阻碍无，虾米物件叫做五个阻碍？这五个阻碍中人话叫虾米啊？飞机啊，五戒哈，这五戒无去，虾米是这五戒？六根的相是要掠咯，圣地要掠咯，分大根要掠咯，烦恼心要掠咯，第五项是个疑心要掠咯。所以人若是有集中了啊，这个五的这个五戒 suppress 无了 ，suppress 无了啊，你是什么他的神，你接着干你个什么的。接着干你个什么的什么呀？暂时你mind有 concentrated 了，有集中了。and 后来集中啊，你看法无相个人。and once 看法无相个人啊，你看物件无相，你直接成 rising falling 什么呀？头一项你看着，你五项无了的时候，你渐渐看起久了看，一个巴刀就破，一边。一旁一边，人家唔买掂了。这里我看到两行，这里的旁是不到的旁，虾米物件在心在讲的旁，伊无讲边，心在讲旁。他等落的时话，伊的落，心在讲的落，所以你看。上古唔知，心知，伊看到，虾米事伊看法无相个人。但有个人讲，安怎我这点当我无条件看，了有个人你看，有个人安怎伊讲啊？你看那是加那是今日我互人拍死了的时候，你看系啲咧实际当家会笑。你再无要笑是有人看，无人无看，我逐个看。伊要笑是会伫倒时，伊上古滴，困的人说边过来过去啥，伊坐起来，你看咗一叮当，actually 一叮当，你看不到伫旁边，虾米事伊知，because 有精神，但虾米事他那叮当伊唔知，because 无精神，所以这边你要看，一个人是内行。你啲困了啲笑的时，直改过，你若是搞的人，你讲咩？说完了，上古啲叮当，你看到未？伊都无精神啊，所以未讲。所以这个物件你要看，虾米物件叮当啊？是你慢叫你叮当，你才叮当。人无看无到，特别你接线了，你看法无相，但你看到哦，有叮当。有精神，死了的你叫伊叮当，伊无精神。所以你要看世间，虾米物件是叫做正物质，虾米物件叫众生。众生面有一个上古，甲一个精神。这里切，伊无精神。你排，你听未？伊无精神。你拍一听咩？一知咯，一听哦，你拍咗安尼，滚头波你大了，你整安尼出来，有精神。所以你要看一个众生有内行，一个精神甲一个物质，人无看到，所以一个不大看。The first thing 你看到阿咩啊？精神甲物质，即内行白白，而这个阿莫话是叫 phenomena 是同人话讲发生 ，is an event，一个发生浮起来，诶发生浮起来，让看好那是众生啊，伊定就有一个物质，甲一个精神，加带精神来，伊跟爱白，也是精神来，手把你才起白，所以你看到这个，所以看到啊，你看到虾米啊？你看到一个众生正有内行，而这个内行是nama rupa pariceda jnana， nama 就是精神 ，rupa 是物质。你看到一个人正有内行，这个是头一个jnana，三角的我看三角，到个第16个角，你看到一个罗汉了，他等我跳两下。And then 你那是直直关直直接，直直关直直接 ，and 一mind直直集中，直直深，直直深，一看就无像。
这个看到啥物啊？伊看到啊，有了精神，马路骹才会震动；有了精神，手马路才会震动。啥物事？那是放假，伊讲放假，伊见爱白，伊见爱白，伊见爱白，马路手才去白。所以这个就是伊买掂了才看到。人无坐善的时，你给讲啊，放假。哎呀，我都坐善的人，我都手开做放的啫。伊讲手较咩，不铁较咩，买较慢，唔对咯。actually 伊啥物事啊？放只间啊，得啥物事人来快去？因为伊嘅买伊关系啊，啥物物件做了，伊变 automatic 定话我讲自动咗。啊，对主动，这主动就是啥物啊？伊 automatic 买，因为伊关系离开去拍物件嘅人。嗱，你坐善了，你有戒了，你要拍时，伊搞到你会 break 了，所以你看无有坐善啦，嘛你才会进步。所以这个第二项啊，伊看到啥物啊？有了这个上句爱白，嘛你才会白。actually 我大弟喺边嘅时候啊，搞到这个坎站啊。真正掂了，我坐掂，我坐了我无点动啊，别个三步到这里车有讲，了我系细佬本讲，我是坐路别使点动，因为一个头歪本好，你要刷本我无刷，大掂，然后咩物件，啥物物件要做我点动，有当时我坐个半点钟了无点动，然后我上句伊家己慢慢伊起我都唔知了，搞个一个点声你看，上句起。上古起，上古起，意见爱桥，意见爱桥，意见爱桥，马路咧伊讲声的桥，所以安尼讲声你看，有当时啊马路在看到的时啊，有冇钱啊你家己桥，直接叫你桥，你无，所以你教佢哋点声，你 train 你mind ，train 个尾啦，虾米物件你叮当啊，你看到 mind 叫你叮当。所以这里是第二样啦，你看到 conditionality 原因我想句歪，结果我要调下啲，唔係要叫佢調下啲，一隻啲。所以这里是第二样啦，你看到落來啊，一個直直看咩？因為這個心力在了，攏總是原因結果。伊若是搞啊，一個直直拼，伊會看到啥物？伊看到攏總是這個 mind and matter 嘅 conditionality， 個尾來伊看到啥物？Freedom of doubts concerning nature of pattern of existence， 安怎我來出世，安怎我來出世？伊看到一正啥物？伊看到這個攏總就是 cause and condition， 這個有，因為咧有因果，我才有來出世；無因果無來出世。所以今日來看，伊看到 nature， 啥物事我來我就來出世 ，intending mind。我mind， 我來出事嘅時，我mind， 古時我有做好，我今日你看我會好做好；古時我做惡，今日你叫來聽嘅，用笑人。所以這裡解了，一看到 intending mind， 這裡解了籠統一來，一看到這裡 conditionality， nature and pattern of existence。Also he knows things， knowledge knowledge of things as they are， 這裡是正一看到。攏總是這個 mind and matter， 而喺這邊一知啊，正無我，這個真係要緊。啥物事啊？伊在看到正無我，伊馬路才會知講，有影是這個點聲啲掂了，我mind掂了，有了這個目標，有了這精神看伊，有了目標，有了精神，然後伊看到正是這個。過是這個 mind and matter 一看明，所以這個一看就真正明。actually 若是你叫講啊，有這個我嘅精神，你每看這個蝦米物件叫做你我嘅精神，伊查袂到。at that moment 嘅 mind and 這個我嘅叫做，反正你話那這個我嘅阻礙掂了嘅時啊，你看法無相，你看法乜嘢？有影無半項，佢才是這個目標。個只心在，個把你目標把你心在，這個聲耳仔在，這個目標目睭在。
，and then 若是人放屁，这个屁，这个鼻孔在。你看我无像，慢了目睭看，慢了耳仔看，慢了鼻孔看，所以看到一行，这样，甲了无像。所以这个就是 freedom from doubt， 一慢一直看，一直咧明白。所以若是狗啊，一直看了咩？一看，虾米物件升起来，慢了久无去，或者是看 rising 起，and then 看到无了，它定落了，停起了，停落了。and then 你搞个这个看上，虾米物件浮起来，飞来无去，飞来无去，所以搞我第三样呢三样啦，你看到拢种升个滑，所以actually 你话袂搞咧升华的时候，你会知讲拢种是无人，是正有了这个物件，了有了精神，有了这个物件，有了这精神，这物件就是叫做目标。这个精神是叫做 mind or consciousness， 有内行的呢，你看到，到你来看到这个内行的呢，这个人是叫做主拉索达班了，那是死了，伊无来出世做人了，伊出世做人讲了，所以你看无坎坷要去天顶，特别人无爱来学这些，到你要看到这个啊，无这个我，无这个路啊，伊看到这个目标。一个精神，一个目标，一个精神啊！这是叫做主拉索多班或 junior 的一个罗汉，and 伊离开世间，伊跳出苦海了。and 你再落要这样呢，物件，若久会趁，你人若是过来这啊，一月日、两月日，你人会趁了。actually 你看我咪多时人几哪个，个了过这个坎了，过这个坎的人唔知，所以这个就是真正有呢物件。等你看到升个花，一搞到三马三呀怎么样？还没讲升都无去，这个来靠较高一起较起没事啊！你看一起，头一站会在上卡达，头一站你看到，第二站你看到，第三站你看到，但伊无去，等伊落来本是上头站、二站、三站，一看伊无去，等伊在，佢了是升个花，还没讲。就让他那姐弟这边让消化，有虾米物件无成无化，渐有诶。你让看教育是讲实，正实的物件你让看好啊，成个化，这个就是正 reality 实在的物件，实在物件是风火水土，让讲好。所以你看，那是你看虾米事，这震荡是风节。你讲constant风节，若古来调个风节，听风节，嗰是咩哦？走了，天经来了，你看，你想领未哦？他对我红色了，天经来了，所以你看，the mind is never steady， 渐来，跳来跳去，所以这里第三行一看就三马三呀，我甲出落听。after 三马三呀了，人买来一点看，虾米物件起了，噗伊无去，所以来看 rising 的时，看到起，第三站伊看到无去，他等落的时，头一站、第二站、第三站伊无去，虾米物件起了无，虾米物件起了无 ，and then 伊伫这边看到，这起了就化，这是 early part of Udaya Baya 第四个 early Baya。伊这里看都看到啊，升个花真呀咩？升个花真呀咩？起噗无去，所以这个人错无。搞个这个看站啊，这个人啊，伊节前差不多那是讲，伊那是节前古拉的事啊，像2个月、3个月 ，and then 你看伊10项要冲比伊，特别伊为人伊无看到10项，伊看到几项啊。and 这个几项什么？头一个是欧巴萨什么呀？伊看到龟。and 有当时你这节时啊，噗一走过上下面一粒青咧走过，有当时像一个月走过，噗过。你讲嘿，他们物件我看到，嘿，他们物件你探了，他们是你要去探，你看到你再看到无。伊前后到以后你看无了。and 这个出关啊有2号款，1号款的关，噗一走过，个2号个关的关啊，
你啲坐仙啲巴是你坐了，你冚你目睭，你只冚你目睭呐，像人开白灰啊呢？安怎关关？你开你目睭，黑暗，那你冚你目睭，一关一直来，一直来，关，所以这个，有个人搞个这个勘察，哎哟，我坐仙个看到关咯，出关咯，我想去出关，就裂了，所以这个。十项是叫做อุปกิเลส爱成咯，爱互你啲进掉啲世界，所以原来款嘅人点去得咯？伊讲我坐仙个看到鬼啊咯，看到鬼啦，所以伊讲我会看到鬼，爱，因我真正香了，看到鬼我大热了，所以你看伊这个物件厉害伊。第二项养哪咩啊？你坐仙了虾米物件你讲经啊？你讲10句伊听到20-30句伊讲哇，这个真正好，你真正好，伊不认识家己，你想讲哇，我坐个真正进步，我看到，我先生讲几句呢，我 understand 头甲尾，这个本是大。